诗篇28篇的第7节，他说：“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在今天主日，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愿神能够帮助我们，用一颗赞美的心来到神的圣殿，也让我们用渴慕的灵来迎接圣灵临在我们当中。这时候，先邀请大家，我们为我们自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用赞美开始来迎接圣灵的降临，我们用赞美来歌颂这位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开口来献上赞美，我们又可以用神的属性，用神的爱，用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大大来赞美他。为了他的救赎，我们来赞美他，我们开口来赞美他。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来赞美你。哦，你是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帮助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美好的计划、美好的作为，我们要献上感谢。特别今天是感恩节，我们要献上极大的感恩在神的面前。过去你如何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依靠你的时候胜过一切的挑战，胜过一切的试炼。我们要因为这样子来献上感谢。哦，荣耀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保惠师，我欢迎你这个时候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在这个地方同心敬拜你，要感谢你，要赞美你。特别今天是感恩节，求神你再度用你的圣灵来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献上一切的歌颂。哦，主啊，你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可以享受你所赏赐的这个美好的空气、太阳。我们也感谢神，在干旱的时候赐下露水给我们，我们一切所需的你都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感谢，特别感谢神，让我们也可以在地上可以享受如天堂般的这样的一个团契的生活。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透过弟兄姐妹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带导，让我们在世上就可以享受如天堂般那种喜乐的那个平安。我们献上感谢，愿神亲自祝福我们早上在你面前所摆上的这一切。愿我们的歌颂赞美能够让神得到喜悦，也让神今天的救恩、你的恩典。你真理的信息能够自由的临在我们当中，不受拦阻，改变我们，奠定我们。我们将早上的敬拜再次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赐下你的恩典、救赎在我们当中。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
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我要永远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更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单单爱你，我主，单单爱你，我再次单单爱你。单单爱你，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是感恩节，我们有3个祷告的事项。第一个，我们来为尊荣上帝来做感恩祷告。圣经诗篇139篇第2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神他完全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上帝，因为他是最了解我们的。第2段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他用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是何等大的爱！我们真的要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感谢的神。第2段祷告，感恩的祷告，为着我们可以拥有诸多的祝福，我们来感恩祷告。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如何的摆上他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腓立比书第4章第19节说：“我的神必照着他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就是那么的恩典，我们所需要的他完全了解。不止这样，我们所需要、我们所欠缺的，他完全的来供应，让我们不予缺乏。我们要因为这样子，我们要献上感谢。所以我们为了拥有诸多的祝福，我们要献上感谢。特别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没有受到许多的拦阻，我们真的要感谢神。虽然有疫病搅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个地方平安的聚集，真的是要感谢神。过去2、3年，我们真的受到许多的捆绑、不安，但是神就一路带领我们。特别在今天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聚集，真的就是神的祝福跟恩典。所以我们为了这样来感谢神。第3个，感恩的心是需要培养的。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领受神的祝福，但是不知道感恩。感恩的心是要有敏锐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知道如何来感恩。顺境的时候，我们要歌颂赞美神；逆境的时候，更需要感恩，因为神他已经为我们摆上一切，他的恩惠足够我们来感恩。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敏锐、感恩敏锐的心，让我们在得时不得时都可以来感恩。哥罗西书4章2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的感恩。”所以感恩真的是需要操练，也需要去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这样敏锐的心。所以我们为了这3个感恩，第一个，我们感谢神，荣耀、尊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知道我们，他也牵引我们。我们为了这样的献上感恩。第2个，我们来献上感恩，是神他用他诸般的恩典恩惠赏赐我们，祝福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如何祝福我们，我们要献上感恩。第3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感恩，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敏锐的心。所以我们为这3件感恩的事情，我们都要开口来献上祷告，献上感恩。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如何的牵引着我们，你是如何的带领着我们，因为你了解我们所需要的，你
也在我们所欠缺的时候赐下丰盛富足给我们。我们要这样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知道如何来学习感恩的心。特别在今天的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如何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神你的计划都是有神你满满的救恩，满满的祝福。因为这样子来献上感谢。哦，哈利路亚！是的，求神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的神。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是这样子的牵引着我们，你的慈爱就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领受主你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因为这样子来献上感恩。特别在今天是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极大的感谢，在神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世上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喜乐，也感谢你赐下那么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四周围陪伴着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不孤单，我们有小组，我们有团契，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有一些属灵的长辈来牧养我们，让我们更明白神你的旨意，更明白神你的呼召。特别在这段传福音的季节，我们的幸福小组已经告一个段落，在收割的这个季节，我们要感谢神，你怜悯这些慕道友，怜悯这些还不认识你的百姓，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近你，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你，这是何等感恩的事情！也感谢神，在这样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我们的幸福小组，也让这些best那些慕道友更清楚的知道他们的生命要如何的来仰望神。我们要因为这样子的献上感谢，求神让我们继续保有这样传福音的热情，让我们愿意领受神的恩典，也愿意分享，也愿意来献上感谢。求神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领受神的恩典以外，也愿意来分享、见证神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分享你的祝福在我们的四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将一切的感恩、赞美、颂赞都归给你。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单单爱你，单单爱你，我主。这时候我们为早上的聚会，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还没有到我们当中来的弟兄姐妹求神保守他们的脚步平安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我们也为今天第一次来我们这边聚会的慕道友，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我们幸福小组的 best 也在我们当中求神帮助他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能够去让神来触摸，让神今天的救恩就临在他们的心中。第二个，我们为我们今天的服事、敬拜的服事跟整个的程序的顺利，我们献上祷告，求神掌权在早上的敬拜当中。我们特别为以赛亚牧区今天早上要带领我们来献唱所以我们也为以赛亚牧区他们的服事我们来献上祷告，献上感谢。最后，我们为今天要分享第二堂要分享的曹永山牧师来献上祷告。他今天要分享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作为他的见证来分享
让我们明白神在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计划，也有每个人从神那边来有不一样的一个祝福。所以透过早上的曹牧师的分享，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依靠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开口来为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大家来开口献上祷告，求神掌权在早上的聚会当中，开口来祷告。现在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的灵就运行在当中，主啊，你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主啊，你使的话语要如活水永流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更清楚明白神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奇妙的计划跟作为。主，你丰盛的恩典是白白要赐给我们的，在早上的聚会当中，更应该要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我们要回应神，我们在这里，主差遣我们，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还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降临。主啊，求你这个时候派天军天使围绕这四周围，让这个地方成为神所喜爱居住的地方。我们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感谢赞美神。我们经常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进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得到刚强，他们的心得到安慰，他们的心得到平安，得到盼望。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特别将早上的聚会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掌权作王在我们当中。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天父的恩典，天父的爱真实丰盛。天父的爱真丰盛，天父的爱真丰盛，我日日的好主，无论晴雨或风浪，他都在眷顾。我灵尝到主的爱，深刻般美好，把温情放在你心里，幸福的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天父的爱真丰盛，天父的爱真丰盛，我日日的好主，无论晴雨或风浪，他都在眷顾。我灵尝到主的爱，是这般美好，把温情放在你心里，幸福住在我心里。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做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有苦有甜蜜，主爱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
赞美的神，感谢神的恩典满满够我们用，不只够我们用而已，而且更多，因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表明我们的心，表明我们感恩的心。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以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必配得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的枷锁，你挪去我所有枷锁，所有的重担主已经挪去了。你挪去我背上的所有再帮我挪去了。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配得所有重担。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他是配得赞美的。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颂赞主基督，到处来救罪人，你使命闪耀我主我生命。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颂赞主基督，到处
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爱彰显的是上风，恩典天天都看见，愿意谦卑屈膝服父的面前，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爱彰显在世上，神的爱彰显的是上风，恩典天天都看见，愿意谦卑屈膝服父的面前，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爱彰显于世上，神的爱彰显于世上风，恩典天天都看见，愿意谦卑屈膝服父的面前，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宣告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哈利路亚！感谢荣耀归我们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弥赛亚，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受呼召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你大能，你的恩典，你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恩典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在这里齐聚颂赞、感恩、祈祷，也要透过你的仆人来分享生命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清楚、更明白。今天我们要举行福音主日，感谢你差派曹牧师夫妇来到我们当中，确信你要透过他们的分享见证，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奇妙，以及神恩典无限。主啊，今天也是感恩节，我们透过感恩，透过献上感谢，确信你的恩典一直都在。特别在过去3年当中，我们在疫情下，神的保护，神的带领，我们有信心，有盼望，要冲破这些黑暗，看见神所赐下美好的应许跟光明。感谢赞美主，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都蒙神的恩典、圣灵的同在，每一项都荣耀主。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祷告的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记载在罗马书1章20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现诗我们请以赛亚牧区。
下，我们请曹永善牧师讲道。今天题目是美丽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是我们这个名人开讲，也是我们的福音主日的第二堂哈。感谢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曹永山牧师，还有洪洪娇师母，他们今天2堂哈，等于一种接续的了哈。第一堂是洪师母她用台语哈讲的，大家意犹未尽，意犹未尽，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第2堂又要开始了。感谢主。那第2堂呢，要由曹永山牧师来分享。我想，如果年纪稍微有一点年纪的，都曾经听过曹牧师的名字，因为在20多年前，他是我们教会的风云人物。因为他为什么会从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甚至是高阶的信徒，会来信耶稣？他们信耶稣不只是信耶稣，而且后来就献身成为牧师。他们事业做得很大是当时房地产的中部的大亨哎。那这些转折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奇妙哈。如果说他们当时一时的感动啦，因为921大地震引起的感动他们来信主，但是直到现在20多年了，他们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讲员之一。比如说，他们的见证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他们真正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活出主耶稣同在的力量。所以时间很宝贵，那牧师就不重复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曹牧师，而且他还教我们很好听的诗歌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我们把投影片转过来哈，投影片。没关系，好，夏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我们幸福小组的 best， 我们也特别欢迎你们哈，希望你们都有美丽的人生哈，从今天开始生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节在罗马书第1章第20节说，虽然我们眼看不见我们基督教所信的这个神，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你晓得，是让你不能推诿。那这个神基督教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有哪些作为呢？我们先来带领大家来唱一首《美丽的人生》，是我从佛教、道教转变成基督教，我的人生怎么开始的？唱这首诗歌，你们看这个歌词的意境之后呢，我再来讲说我的美丽人生是怎么开始的，让你们做参考，然后再开始来带领各位说怎么进入你生命里面的美丽的人生哈。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美丽的人生》来。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需要真正的信仰。生命当中有了信仰，生命中才有美丽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在寻找生命的依靠，不是人选择上帝，乃是神你们带领着每个人。生命中有上帝，才能体会到深深依靠神的依恋，赢过人的智慧，他的全能赢过天地万物。烦恼苦担重担着，到我主的面前，必然的安息。朋友们，打开心房，让神进入你心门，必有美丽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蜕变的人生。
口里心门，要把握机会，永远地跟随主。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在寻找生命的依靠。不是人选择上帝，乃是神带领着每个人，有了上帝带领，生命的能量永不缺乏。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烦恼不担重担着，到我主的面前，必然的安息。朋友们，打开心房，让神进入你心门，必有美丽的人生，必有美丽的人生，必有美丽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拣选差派孩子到这个教会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圣灵降临与我们同在，让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都有美丽的人生。求神来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在今天美丽的人生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各位分享我的美丽人生是怎么开始的。我要简单一下介绍我的信仰背景哈。我跟我太太都是从出生到25岁是道教的生活，就小时候跟着阿公阿嬷去拜拜的民间信仰哈。那对信仰都是一片空白，不知道，只知道说跟着阿公阿嬷去拜拜，有好吃的可以吃而已哈。那其他的碰到困难呢，要求哪一个神都不知道，因为以前道教拜很多神嘛，包括我们小时候要考试写不出来，也不知道要问哪一个神啊。这是一片空白的一个信仰。那25岁到50岁呢，我们两个都是很虔诚的、正确的佛教徒。我们是高雄佛光山星云法师的大弟子哈。我们还帮他把佛教传到全世界去，还在美国洛杉矶成立一个国际佛光会。我还担任第一届1992年第一届国际佛光会的法制长，就是他们的章程都是我写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成立了很多佛光会。我到处去设佛光会，他们的创会会长大概都认识我哈。那从50岁开始，在上一堂我太太有讲到，从50岁开始我是怎么信耶稣的，就是因为这个房地产不景气啦，就经济发生困难得救，变成基督徒。从50岁变成基督徒，然后又去读神学院，又当牧师，然后到现在72岁了，就是22年的基督徒的生活，而是当牧师。所以我的信仰背景呢，在这个70几年的当中呢，对这个信仰啊，佛教、道教、基督教，我们都经历过，只知道说，不管佛教、道教、基督教，都承认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真的是有灵界的。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罗马书第1章20节说，神我们眼睛是看不到，但是借着在你身上所产生的这个所造之物，你就知道确定是有神的哈。所以这个我们一步一步来经历神。那到最后来靠这个神走前面的道路，你就有美丽的人生。那你愿不愿意把从受洗开始就真的过基督徒生活？像我们就不再回去拜佛教，不再回去拜道教，我们就完全仰望耶稣。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感动呢？我先讲这个美丽人生的开始给你们做参考。当我们两个信耶稣之后呢，我们本来是在1998年呢去参加这个台湾那个时候佛教很这个盛行的很这个出名的一个活动，就是迎佛雅。我这是跟星云法师呢，再从台湾呢包一架飞机啊，737的飞机啊，从台湾飞到泰国去，把那个佛祖的牙齿啊，作为喙器哈，从泰国迎回来台湾。现在在佛光山呢，这个在那边供养哈。那我们是亲眼抱在胸口看到那个作为喙器哈。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个时候呢，全台湾省都很风行那个迎佛雅的活动。那后来我信耶稣了，那很多人说啊，那个迎佛雅的什么人啊来信耶稣了，大家很好奇。所以台湾的各教会或者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都邀请我去讲见证，说很好奇，说你为什么去迎佛雅还会回来会信耶稣呢？大家很好奇。那我就把我那个得救的过程呢跟大家讲。后来我在巡回世界各地在讲见证的时候呢，我都发现哇，我们华人、我们台湾人都很善良哈，都不敢来信耶稣哈。从小的时候，如果人家叫你来信耶稣，你就说哎呀，我是亚乡的啦，我拜祖先啦，我是大囝，我袂使信耶稣啦哈，理由一大堆哈，我就觉得很可惜。那当我在世界各地巡回讲见证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们台湾人跟华人呢都不敢来信耶稣，很可惜。我一定要去读神学院呢，好好来传福音啊，这是我的一个立志哈，我要做的事情。那我就跟上帝许愿了，我说上帝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可以许愿嘛，好像雅各许愿这样子。我说上帝啊，你如果要我来当全职传道人的话，请你帮忙我，因为我在做房地产啊，有跟银行借了很多贷款的钱，因为做生意都要周转嘛哈。那我那个时候做生意呢，我在台湾也做房地产，在美国也做房地产。那碰到921大地震啊，这银行呢跟我们收银根啊，那我们就找不到钱来还银行啊，那这个烦恼经济压力很大，烦恼很大。那当然我们是去求我们楼上的佛堂嘛，我们楼上的佛堂大纲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希望佛祖啊能够帮忙我把这个房子土地能够卖出去，可以拿钱来还给银行，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都认为说。佛教付出那么多精神，付出那么多金钱，而去迎佛雅。那我碰到困难，这个我所信的这个神应该要帮忙我嘛，这个理所当然嘛。所以早晚都到佛堂里面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哈。然后我记得是念那个佛珠啊，一串108颗的，念慢一点，越慢越有诚意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愈念愈较办得较有诚意了哈。那练一圈就要半个小时哈。那结果呢？第一个礼拜啊，每天去练一圈，早上练一圈，练个1个礼拜以后啊，房子土地都没有卖，没有动静。第2个礼拜加码练2圈，第3个礼拜加码练3圈，第4个礼拜加码练4圈。最多的时候，每天早上跟晚上跪在佛堂面前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按那练2点钟了哈，练2个小时。结果房子土地都没有卖，压力越来越大。我太太看我这样子蛮可怜的，就打电话给我女儿，我女儿在澳洲，她是基督徒。她说：“女儿啊，你不是说你们的上帝很厉害吗？你以前常常跟妈妈传福音，说你们的上帝可以帮人家解决困难。那你爸爸现在这个经济碰到这么大的压力，你在澳洲，你赶快帮爸爸祷告啊，看他的房子跟土地能不能卖啊。”我女儿一听到爸爸跟妈妈有求于她，真的很高兴。她说：“哎，没问题，没问题。我这个礼拜开始在我们青年团契啊，我每个礼拜都为爸爸的经济来祷告。”结果她祷告了2、3个礼拜呢，我在家里啊，台湾还是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2、3礼拜哈，结果都没有动静。换我就打电话给我女儿说：“怎么干，女儿？你又帮我们祷告3个礼拜，我也在念阿弥陀佛念了3个礼拜了。”怎么都没有动静啊？房子土地都没有卖啊，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呢？嘿，我女儿信心满满，她说：“爸爸，我跟你讲啦，你啊，如果要靠耶稣的话，你不能再到5楼佛堂去拜拜了哈。那这样你才可以，上帝才会帮助你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能心怀二意啊。你如果说也要拜妈祖、拜佛祖，你要来求耶稣啊，这是不好的哈。都建议你不要再去5堂拜佛祖。”那我跟我太太就商量说啊，讨莫的修啊，那怎么办呢？女儿说要有效，一定要不能去拜佛堂。那我们2个只好分工了。我说那太太，那这样子啦，你吃这菜就25年啊，这样子，你先跟女儿去信耶稣了，我留着拜佛祖了，这样子哈，2个就分工了哈，因为惊嘛，都要开始也惊嘛。结果呢，就分工好了，他就。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2000年的11月15号晚上啊，他跟他女儿用电话连线决志了哈。决志之后呢，那天晚上就开始跟耶稣祷告了。刚开始他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他问女儿说：“女儿啊，我要不要准备水果啊？我要向哪个方向啊？”我女儿说：“不用，你都在家里客厅啊，这个心诚则灵啊，就是在家里客厅坐着，眼睛闭着，跟上帝跟耶稣讲说。”上帝啊，耶稣啊，我现在哪里有土地要卖，哪里有房子要卖，台湾的、美国的，你一次都把它讲清楚，上帝跟耶稣就会带人来买了啦。
这样就可以了哈，都不要什么拜拜什么哈。哦，那结果呢，就是我太太就在2000年的11月15号晚上啊，就真的在我们家客厅呢跟上帝耶稣祷告。祷告完之后呢，不到3个月呢，我们就很多房子土地啊，就赶快在美国的、台湾的都卖出去。卖出去以后，拿那个钱去还给银行。那银行的经理说：“曹董啊，你是不是拿人头来借钱啊？要不然这个景气这么差，你怎么可能在3个月卖了那么多房子啊？”我说：“是真的卖的呢。”那我们每一个人再笨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跟佛祖求了那么久都没有用？为什么跟耶稣祷告3个月，不到3个月就卖了那么多房子土地？一定有一个神在听我们祷告，你就会去研究。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看圣经，我在3个月里面把圣经都看完，然后去对照以前的佛教的那个信仰的观念，就认为说，哎呀，这样以前的观念都不对了。现在真正的神只有我们基督教所信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最正确的啊。那等到这个了解这个之后呢，你要必须亲身去经历神，你才知道说这个神是真的。那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如果要我去专职传福音的话，请你能够把我的房地产的生意啊，能够所有的银行贷款都还完了，零负债啊，那我就去读神学院，就准备将来可以当牧师啊。”结果牧师那个上帝，你祷告啊，你不要随便许愿了，上帝都有在听的哦。结果上帝就好，你说的哈，他就记得了。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我就受美国洛杉矶的华人教会邀请啊，要我到那边去讲见证。那因为我以前是在美国洛杉矶在做房地产，那我的美国的家是在那个海鲜大海跟星云法师买了西来寺的里面的社区哈。那我在西来寺里面的社区啊，跟星云法师住在对面啊，窗户我们看到星云法师的宿舍。那在那个地方呢，做房地产做了好几年。那个时候以前呢，刚到美国去的时候，觉得哇，美国的土地这么便宜啊，一下子就我们做房地产对这个土地的价格很敏感，就说哇那么便宜，那就买多一点好了，就一次就买了100多甲的这个山坡地哈，要准备要在那边重划，要开马路哈。结果我们就买了土地，买了土地以后呢，就发现他们美国的法令啊非常的复杂啊，你包括那个生态环境啊，你这个100多甲的地啊，有多少乌龟啊，多少这个小鸟啊，你要把它开马路要开花，你要把这些乌龟都迁移到一个地方去继续生活，你把这些小鸟都要把它集中到什么地方去生活，这个生态保护，你要有那个计划才可以去开马路，才可以把你的山坡地变住宅区哈。那法规很复杂。结果我看这个法规这么复杂，买了以后不开发也不行啊。结果光那个山坡地要变住宅区啊，光那个都市计划变更啊，就花了差不多要300万美金啊。这个都还没有下文啊。后来我看啊不敢开发了，我说算了，就不开发了。那后来呢，就这个地就摆在那边都忘记了。那等我这一次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如果把我的负债都还完，我就来全职侍奉哦。结果我2005年到洛杉矶去讲见证的时候呢，一下飞机啊，就有当地的中介公司啊，已经找我找很久了，找不到。那他因为当地的报纸有登说这个某某人蔡永山要到洛杉矶来讲见证，他就赶快透过关系去找那个教会的牧师。那这个蔡永山讲员呢，如果来的话，麻烦你跟他转达一下我的电话几号，我的名字什么，你说我重要事情要找他。结果我一下洛杉矶呢，那个教会的牧师啊就把电话给我，我就跟这个人联络。原来这是我以前买这个山坡地的那个中介公司。他说：“哎呀，我找你找很久了嘞，听说你搬到回台湾去了，现在有人要买你的地，你要不要卖啊？”哇，那么好。结果我问一下价钱，哦，差不多。我说不错，这我卖了我这个地，如果这个钱拿回台湾，我就可以去读神学院了，我就可以去当牧师了。我就答应他说好了，卖给你了。结果我去查那个产权一看呢，有5%的这个小股东啊，已经10年10几年了，找不到人了。那一定要这个人出来签名，才有办法全部卖掉，才有办法拿钱拿土地款回来台湾。结果我就开始去查这个人啊，我打电话回来台湾，请我们的会计小姐去查这个人。结果他们到电信局问啊，同名同姓的有3个人，那其他呢有1个人啊，这个打电话去问啊，他说这个不是我们在美国没有投资。另外2个人是电话不公开。那我们在急着要找这个人啊，怎么办呢？如果是以前的这个社会经验的关系呢，我一定去动用党政军警的关系啦，给电信局施压，
请他把这个电话给我，因为我急着要用嘛。但是我后来没有，因为我说我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不能依靠势力，不能依靠，只要依靠上帝的关系。结果我就用祷告了。我说祷告，上帝啊，这个人我找不到，但我一定要这个人出来签名，我才可以卖土地，拿钱回台湾还给银行。求上帝来帮忙，给我启示。结果上帝就给我一个灵感，他说很简单嘛，这是你以前的佛教的朋友嘛，你回去佛教的那个寺庙啊。去找他们的朋友，看看有没有问到这个人嘛。结果一问，啊，这个人搬到旧金山去万佛城去礼佛了。那我就要循这个线，要打电话到旧金山万佛城的总机，你们认不是这个人？他说、哦、我认识。不过这个人呢、3年前才搬回洛杉矶，那这个线就差点断掉。我就请那个总机说，那麻烦你跟这个人联络，说有一个人要找他，这样子好不好？结果那个总机很好，很热心，佛教徒也都很热心的哈。就帮我去联络到这个人，结果联络到这个人之后呢，我在有一天礼拜6晚上啊，我要到那个好牧人教会要去讲见证的时候呢，我还会上台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亮，他告诉我说：“曹先生，你要找到这个人啊，他洛杉矶的电话是几号？”他就给我，然后我讲完见证以后，我回去马上打电话给这个人，把他这个人找到以后呢，就找那个中介公司来签约，我就把土地卖给他们。结果这个钱呢、拿回来台湾之后呢，把所有的银行贷款全部都还完了，那我就可以去读神学院了。我们先跟上帝拍拍手好不好？结果呢，这个钱拿回来台湾之后呢，就还完，就开始去读神学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那一年2005年呢，刚好都到洛杉矶去有一个教会，我也是去讲美丽的人生，等一下会讲内容哦。那当然，美丽的人生我讲完之后呢，他们台下有一位是音乐家，就是叫做吴英俊老师。他跟我讲这个美丽的人生以后，他就觉得很有感受。他说：“那个曹弟兄，那个时候还没有当牧师，那曹弟兄，你把你这个美丽的人生的歌词啊，你把它整理一下，我帮你谱一个曲好不好？”所以就那个时候2005年啊，这个美丽的人生啊，就那个时候谱了这个曲，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个曲，那个就是那个吴英俊老师做的曲哈，所以就这样子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我很喜欢把这个美丽的人生的过程啊，跟人家讲说我们要靠上帝啊，不能靠人了哈。但是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人，也是用祷告的哈，也是后来就找到这个人了。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生啊，从今天开始过得越来越好呢。一定要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基督徒，你一定要把你的生命完全的仰望耶稣，仰望上帝。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美丽的人生啊，分成3个部分跟各位来讲哈。第一个部分叫认识神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要认识神哈。认识神就是从圣经与圣灵里面来了解认识神。我们在约伯记第1章第21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都是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哈，所以我们要很了解。我们的生命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哈。那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的信仰啊，就是要怎么改变呢？我们一定要对我们这个人生的信仰，要选择一个正确的信仰啊。这一部分呢，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刚才讲的我人生信仰的3阶段的部分呢。我们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呢，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去求一个神来帮忙的时候，一定要先认识这个神的生活背景，他的 background 是什么。他有没有能力来帮忙我们？有没有能力来保佑我们？所以我们华人常常比较熟悉的是佛教、道教、基督教。那我们要拜托一个立法委员，也要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够力量来保佑我们，来帮忙我们解决事情。所以我们要对这个3种信仰的神啊，这3种信仰都是承认眼睛看不到有灵界的哈，灵界的有神、有鬼、有天使、有灵魂，而且更相信的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灵魂。所以这个灵魂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有人都不是很清楚。那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就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上帝所赏赐的，将来收取也在上赐。所以来的时候怎么来，去的时候怎么去，我们要很关心每一个人，要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才会了解哈。但是我们要先知道这3种信仰，它的这个神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
我们比较常拜的是以前常拜的妈祖，道教的这个妈祖他们家是这个俩鱼托海渔村的村民哈，他们家经济不错哈，所以他从小呢就是做很多善事，所以他死了以后，人家把妈祖一直拜到现在。你们知道妈祖是几岁去世的吗？妈祖比耶稣还更早，妈祖29岁就去世了，因为他是要救他爸爸跟救他哥哥，所以呢他死了以后呢，他们都把他妈祖一直拜到现在，啊，所以你现在一直拜妈祖，你要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可以保佑你。那佛祖呢是2000多年前呢就在印度出生的，他爸爸是当国王，他是第3个儿子，他从小是研究这个人生的生老病死苦，所以他一直到80几岁过世呢，他这个都是在研究人生的哲学。他只是告诉人家说，碰到困难要忍耐，要苦修，他也不知道要什么神的力量来保佑你，这是佛祖的背景哈。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拜佛祖，都是要修行。刚刚上一堂我太太讲了，人生有很多8000多万种的苦啊，痛苦，那你要修行才能够解决痛苦哈。那我们的耶稣就告诉得很清楚，说不是你们每一个人在妈妈肚子里面，上帝就派这个圣灵去投胎，派灵魂去投胎在你妈妈肚子里面。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第4章第5节的地方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妈妈的母腹肚子里面还没有出生呢，上帝就认识我们了。那为什么上帝认识我们呢？因为你的灵魂他派去投胎，他当然认识你嘛。所以这个就很当我们死的时候，耶稣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到乐园去。就如果说你有受洗的人啊，你的灵魂有做记号了，你在你死的时候，你的灵魂离开身体了，那你灵魂啊，上帝耶稣看到你有受洗了，就把你带到乐园去。那乐园是很漂亮的地方，这个圣经里面都有写的哈，这个黄金的道路、碧玉的墙壁，在那边灵魂继续生活下去，那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灵魂可以继续生活。那我们基督徒对了这个灵魂的来跟去很清楚之后呢，再来去关心每一个人，尤其是必须关心我们年纪越大的人呢，必须要越关心他们。这一部分呢，给大家一个参考。我是50岁受洗信耶稣的时候，我爸爸92岁。那个时候我看完圣经之后说，哇，我们的灵魂要去世之后啊，要回到乐园去，是要有受洗的人才可以去，没有受洗的人是不能去的。那我看到这一部分，我就开始想说要孝顺一点，要跟我爸爸传福音了。因为我爸爸以后如果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在外面当孤魂野鬼啊，就很痛苦。因为照佛教、道教的这个观念是，你如果修行不够的话，这不可能到他们这个极乐世界去了，那一定在外面当孤魂野鬼，那就非常的可怜。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讲，跟他传福音。那这个怎么跟他传福音呢？也是跟我们现在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啊，要怎么跟你的长辈关心传福音的一个对话很重要哈。包括我们的辜连松啊，他是怎么信耶稣的，也是他那个我们这个中国信托的创办人辜连松啊，也是他儿子，因为跟王永庆的儿子王文祥啊，是从小是一起玩乐的认识的小孩的青年哈，所以他跟王文祥认识耶稣之后呢，他传给他爸爸，要关心他爸爸的信仰啊。也许我们有时候觉得跟长辈传福音很难，但是你要多跟他聊天，多关心他，他还是会接受的。那我爸爸在92岁，我跟他传福音，后来他有受洗成为基督徒，到98岁过世的时候啊，他晚年生活都过得很平静他死的时候也很安详哈。这个跟他传福音的方式，我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好了。老人家你一定不要忌讳跟他谈这个事情哈。我跟我爸爸的对话的时候，我为了要引起他的兴趣啊，我怎么问他？我会跟他半开玩笑，我说爸爸，你92岁啊你有一天你会死因为我大家拢嘛会死。伊讲，我讲你死你有想要去天国无？那讲伊听话，他听懂的话。我爸爸说，确实我嘛想要去天国不过他又很客气说，不过我92岁我唔知做什么侥幸失德的代志无我唔知有资格通去天国无过来恁这囝儿孙啊，我死的时阵你唔知叫人来诵经念的经唔知有够我用无还是你烧的金纸唔知有够我用无我唔知有资格通去天国无，伊就讲这他们所知道的这个信仰。我说爸爸，你唔免烦恼，我的圣经写得足清楚的我伫那里看所以我们耶稣会带我们到乐园去，
但是爱灵魂要有洗礼吼。讲圣经讲，你若有洗礼吼，你死的时阵，你的灵魂吼，耶稣就给你带去天国。啊，天国迄是乐园的足水的所在吼，你会当继续在遐生活。后摆我若过世嘛，去遐甲你见面吼。所以你就唔免讲烦恼金纸烧有够无，经验有够无。因为现在送佛经很贵呢，你现在在做佛期的如果有人过世了，你做这个做头七啦，做二期、做三期啊，你找人来念经啊，一个人诵经跟2个人跟3个人的价钱都不一样了哈。还有没有人哭啊，那个都不一样了哈。所以不像我们都跟上帝祷告就可以了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基督徒啊都很清楚哈。最近我们有一个姐妹啊，跟她问我说，她先生的弟弟过世了，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这个礼拜六要举办头七哈，她要不要参加？这个家庭人情世故啊，不参加好像怪怪的，问我要怎么办？我说我们基督徒还是要遵守圣经比较好哈。你最好是在礼拜六还没有到之前啊，你先到他的家的灵堂啊，就跟他致意，然后在他们家灵堂前面，你跟他太太说，我来为他祷告好了，我们求耶稣啊，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哈，但是我们求耶稣，因为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如果没有人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面去。如果耶稣愿意的话，请我们跟耶稣祷告，把你先生的灵魂带到乐园去，那个地方是很漂亮的哈。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不太可能去，但是只要耶稣愿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么你就在他灵前的时候啊，你去跟他致意啊，一定要祷告要讲出来，让他太太听，让他放心。你在他灵前说，这个亲爱的主耶稣，请你把什么人的灵魂啊，能够带到乐园去，让他继续生活，让他的家人可以安心。然后他的太太听了以后，知道说你有这个心意，那就可以了。你就跟他讲，你就可以传福音。你说我们基督徒就跟上帝讲话了，跟这个灵界的讲话了，包括跟死去的人了，我们用祷告了，他们就可以听得到了。那你在他们做头七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参加。我们要坚守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灵魂的关系，都是用祷告就可以了哈。这一部分就是让我们来认识这个神。那你认识这个神之后呢，就愿意来凡事都来跟他祷告，凡事跟他祷告，你就会经历神哈，你就会经历神。那么经历神之后呢，我们刚才这个刚才讲了我们认识神的部分呢，我们来读一些圣经好了来。这个是创世纪第1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部分呢，我们也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来解释哈。因为现在人都是知识分子啊，我们可以讲逻辑，也可以讲知识推论哈，也可以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去推论：我们都是爸爸妈妈结婚生我们，然后爸爸妈妈是阿公阿嬷结婚生他们的。如果这样的一代一代往前推到全世界都还没有人的时候，第一个男生怎么来的？第一个女生怎么来的？我们一定要照圣经跟他们讲，他才知道说哦，我们原来的神就是一个创造的神，我们的人类是这样子创造而来的。哦，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哈，我就不再重复。说第一个男生亚当是用头啊给捏的哈，然后这个夏娃也是这样头啊给捏的，然后从鼻孔吹个灵魂进去，变成有灵的活物。一样的，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妈妈怀孕的时候，上帝派个灵魂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让我们变成一个有灵的活物。所以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开始有思想了。在妈妈肚子里面，小孩子就会踢来踢去了哈。包括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圣灵充满，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跟这个施洗约翰的妈妈这个伊丽莎白，他们怀孕的时候见面的时候，2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就会圣灵感动了。那耶稣跟这个施洗约翰就会圣灵感动了，表示在肚子里面就有灵魂了哈。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清楚，我们的灵魂是这样子来了。所以将来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灵魂要到天上去，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关心他们哈。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愿意来信耶稣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经历神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来认识神之后，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灵魂是由上帝而来的。我们在练这个来。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说我是出于母胎，我也分别你，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这个在耶利米第1章第4节、第5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上帝就认识我们了，表示我们的灵魂呢，就应该他派去投胎了，所以他在认识我们哈。那从出生以后要做什么事呢？他已经都帮我们分配好了。所以基督徒不用算命哈，我们几岁到几岁做什么事情呢？上帝都已经安排好了。哦，在这个部分，基督徒去算命也算不准哈，只有上帝会带领我们。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的来源哈，这部分。好，再来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认识神是谁呢？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拜祖先的问题啊，这个很需要大家来了解一下，我来解释一下哈。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1章24节、25节，我们来练了，再跟各位来解释拜祖先的代志。好，来一起练来。乌鬼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好，再来，到了。好，再来。7个比自己更厉害的鬼来，进去住在那里，那厚的景树，比先前更不好了。好，我们念到这里就好了。这个部分呢，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基督徒啊，你要来改变信仰啊，尤其现在 best， 如果说你要受洗的话，你又担心说我家的祖先那怎么办哈？祖先牌位怎么办？这一步呢，跟我刚刚读的圣经，我跟你解释一下。我当牧师以后实际发生的事情呢，给各位做参考。就是祖先牌位啊，你不用怕哈，一定会处理得好好的。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啊，是从美国洛杉矶回来的，因为他女儿在美国洛杉矶信主。那两个老人家退休了，到美国去以后啊，他女儿带他到教会去，结果发现基督教好像不错，结果他太太就在洛杉矶的教会跟他女儿受洗了。他女儿就交代说：“妈妈，你回去台湾啊，就不要再拜祖先了哈，祖先那个牌位啊，就把它放着。你要到台中去，要找一个教会去做礼拜。”结果两个夫妻啊，就到我们教会来做礼拜。到我们教会做礼拜呢，刚开始的时候很认真，每个礼拜都准时来。到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连续3个礼拜都没有看到他们来，我就要关心他们，打电话给他说：“张将军啊，你怎么3个礼拜没有来做礼拜了呢？”那牧师啊，你都不知道，好奇怪哦！我连续3个礼拜啊，早上9点要出门要去教会啊，结果我太太的头晕啊，头晕就晕得不能动啊，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就在沙发里面躺在沙发里面呢，都一直躺了1个多钟头，到超过时间了10点多才起来啊。连续3个礼拜都这样子啊，我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当牧师的对这个灵界的很敏感哈，我就跟他讲啊，大概你家出了什么状况哈，我到你家去看看好了。我就约时间到他家去看，结果到他家去一进客厅一看，哇，他们那个祖先牌位啊、供桌啊，都灰尘一大堆。因为他太太跟他先生去美国，他太太受洗之后就，他女儿就交代说回去台湾不要再拜祖先了。那祖先原来都是他先生是外省人啊，都是他先生在拜的。结果他太太没有在拜啊，先生就也没有在拜，都放在那边灰尘一大堆。我说啊，你这个祖先牌位啊，已经灰尘这么重了哈，厚厚的，表示你很久没有拜了。他说对，很久没有拜了。我说张将军啊，你现在如果要来信耶稣啊，最好你把这个祖先牌位啊，牧师帮你办个圣别礼拜啊，都交托给上帝去照顾好了。你这样的不拜不行的啊！我就念刚才那个圣经节给他听。刚才那个圣经节就是，现在的人拜祖先都没有常常在拜啊，好像我们以前拜祖先是每天早晚都要拜的。那现在的人没有那么认真了，现在年轻人啊，能够1个月拜一次就不错了，甚至有的是等他这个去世纪念日做纪念日的叫我去拜啊哈，这平常都没有在拜哈。那我就跟他讲说，再念这个圣经给他听，说你很久拜一次啊，当你拜的时候呢，这个你的3支香点燃，你把它清干净了，然后这个水杯都放好了，清干净了，准备3支香点燃，开始要拜拜了。那只有外面的这个孤魂野鬼啊，看到你这边在拜拜了，就很高兴，就跑来闻这个香味。结果闻了香味以后，哇，不错，有人在拜了。他就去找另外7个比自己更厉害的鬼进来了。那一样要来闻这个香味，结果呢，你很久没有拜一次的话，就很多的孤魂野鬼都会进来，你家就会不平安。
所以你太太就这样子，就表示你也是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你很久没有拜，很久拜一次，就变成这个孤魂野鬼来干扰。所以你最好是办个圣别礼拜，把你家的祖先牌位交给上帝就好了。他说哇这样子哦，那牧师请你来处理好了哈，那我们就帮他定个时间呢，去帮他做圣别礼拜。那这个外省人啊，特别刚乎哈，他这个我教会牧师，我们送他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跟一个十字架给他去挂，结果呢把他都清理好之后都挂好了，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挂好，那个十字架挂好之后呢，他很认真，他在前2天都把他们家的祖先牌位啊，把那个世系表啊，第1代什么人，第2代什么人，第3代什么人，都写那个红纸写了一大堆，写的漂漂亮亮的写好了。结果我们帮他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挂好，那个十字架挂好之后呢，他说牧师啊，那我这张我们家的那个世系表啊，能不能把它折漂亮一点，放在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后面呢？我说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结果啊，他就把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就把它拿下来，把那个红纸啊、世系表都把它祖先的世界把它挂好。那挂好之后呢，他自己也会祷告了。他说：“祖先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要来信耶稣了哈。我们请你跟耶稣啊，看到耶稣跟耶稣去哈。那我们以后我们都不拜你了，你就自己跟耶稣去好了哈。那过得很快乐的日子。结果这样完之后呢，我们就把他们家的那个祖先牌位全部都搬回来，然后我们去火化，把它圣化掉。那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受邪灵的干扰了。他每个礼拜就都照时间来做礼拜。这是拜祖先的情况啊，让各位来做参考。因为现在很久才拜一次祖先了，你不如办个圣别礼拜啊，把祖先交给上帝就好了。这就是经历神。那你如果经历神之后，再来就是要全部要来仰望神啊，要来靠上帝啊。不再靠人了哈，不再靠人了，所以我们要来读这个圣经节来，雅各书第4章第7节，我们就念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这个圣经节很重要哈。我们农历7月份开鬼门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怕哈。基督徒，因为你如果顺服神的话，是鬼看到你是他要离开，不是我们离开哈。这圣经讲的。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哈，所以我们如果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鬼啊，看到耶稣啊，就会跟耶稣央求说：“耶稣啊，你不要把我赶走好了，因为我在这个人身上附身啊，我如果到其他地方去，没有地方附身啊，会很痛苦的。要不然你让我到猪那边去附身好了。”所以鬼啊，看到耶稣会跟耶稣商量，然后鬼看到我们有受洗了，他会怕我们，他会逃跑的哈。那这一部分呢？我们要靠上帝才有办法来照圣经的教导，就不用怕了哈，我们就会有美丽的人生哈。所以我们再练一次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信仰不能脚踏2条船哈。像我刚开始的时候跟耶稣祷告，我女儿说叫我不能再去拜佛堂、拜佛祖哈，就是这样子，这是根据这个圣经节讲的哈，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哈，你们的祷告才会得蒙应允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这个得救过程啊，我们都知道之后呢，刚我们社头工地的事情呢，我太太上个礼拜上一堂有讲了哈，就不再谈了哈。那这个辜连松信主的这个过程啊是这样子，他是怎么来信主的呢？是他儿子呢，这个辜仲亮也是很关心他爸爸。怕他爸爸死了以后当孤魂野鬼哈，他也是请他们教会的长老啊，去跟他爸爸聊天啊，生活一阵子时间哈，那一样去关心这个辜连松老人家呢，说你这么有钱哈，你如果死了以后，你的灵魂如果在外面当孤魂野鬼，很可惜哈。但是你这么有钱，要到天国，要到乐园去啊，不是有钱就可以去哈，是一定要有耶稣，你有受洗，你的灵魂有受洗，耶稣看到才会带你到乐园去。那你灵魂受洗，你受洗的话，就好像是你要进天国的护照已经有了。那你要进天国的护照很简单，只要你愿意相信的话，牧师帮你受洗，你就有进天国的护照了。以后你就可以到乐园去了。结果他听一听也有道理。他世界各地去的话，要去护照，有护照就可以去。但是要到天国呢，不是有钱就可以进去了。这一部分后来他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全家都一起受洗哈。所以我们今天是 base 的还没有受洗的这个
弟兄姐妹呢，请你们今天把握机会，等一下我会带领各位来做决志信主哈。如果你愿意的话，从今天开始，你就会有美丽的人生哈。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个，你怎么来完全信靠主哈？不要靠自己，要信靠主哈。这个是顾连松他们全家3代同堂受洗哈，这个就不再这样。好，我们再来读这个靠第3就是要靠把我们的生活完全都靠上帝了，不再靠人了哈。这个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哈。来，我们来看圣经，来一起来念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靠耶稣了哈，就什么都能做，不懂就问，需要就求哈，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再来就是这个好，这个来念一下：投靠耶和华，强势倚靠人。这个在诗篇第118篇第8节，是整本圣经的最中间的一节哈。靠耶稣看下靠人了哈，靠人人会倒哈，靠山山会倒哈，靠耶和华上盖好哈，就是这个圣经哈。好，接下来就是要箴言第3章第5节、第6节，这一部分也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知自己的聪明。好，第6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识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是要专心靠耶和华，不能靠自己的聪明哈。这一定要上帝就会指引我们的路。这一部分呢，我们在耶利米书33章第3节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求告上帝，上帝必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又大又小又难的事，指示你一条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的祷告，要靠上帝哈，不能靠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部分，这个完全依靠耶和华。这个部分我来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哈。我有一次去参加那个中台神学院院长的妈妈的告别式，在告别礼拜的时候呢，在台上在主礼的人呢，他告诉我们台下的弟兄姐妹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今天来参加某某院长的妈妈的这个安息礼拜，你们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他寄给你们的福音里面呢，他们家的那个家训是什么呢？就在他们福音的家训呢，那就是写的这个箴言第3章第5节、第6节。他说他们家的家训就是叫他们全家人都要信耶稣，然后年纪小的时候参加儿童主日学，年纪大的参加青年团契，年纪再大一点呢参加这个社会团契，一辈子都要为主所用哦。所以那个院长他们家出了很多牧师哈。这个部分，这就我们如果要撮合子孙呢，我们只能够完全靠上帝啊，才有办法。这一部分我们要很清楚哈，靠上帝来走前面的道路。好，这是我们要得到一个真正的信仰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这个来源性，还有他的生活性、可靠性、自主性，那我们可以完全来信靠的信仰，只有基督教哈，我们要很清楚。那只有我们来信基督教之后，就变成有美丽的人生，你就能够离苦得拯救，然后认主得归宗，然后真理得自由，然后再回家就有依靠了，回到这个家就很安全了哈。所以我现在要来带领各位来唱一首《孩子们回家吧》，这个也是我有感动我写的歌词哈，然后谢永文老师谱的曲哈。那这首诗歌，我们在唱完之后，我们会带领3种人来做一个祷告哈。我们知道神是刚才我们分享之后，知道神是值得我们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医治的神，是拣选的神，他可以带领我们的人生。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慢慢的思考。那最后唱完诗歌尾句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就会呼召你愿意来祷告，愿意来得医治，愿意来拣选成为基督徒的，都可以自由意志来表示哈。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孩子们回家吧。细囝紧转来，唱台语哈，来。因为你不在，所以受我看，流浪的心无关。因为你不在，所以会担当，咱的需要主宰呀。世界人等来，耶稣听你的感赞。世间事有为开伊的手来看，世间
回来，耶稣会听甲关怀，伊要受赐福气，毋茫甲平安。第二段，因为你毋知，所以毋捌主，流浪的心无人靠。因为你毋知，所以袂转来，咱的需要主知影。世界面转来，耶稣听你甘知，世间事有为开伊的手来牵。世界面转来，耶稣会听甲关怀，伊要受赐福气，毋茫甲平安。你你若有了解，毋通孤流落，赶紧转来主身边。你若有知影，转来主身边。主的世界紧转来，世界紧转来。耶稣听你甘知，世间虽有为开伊的手来牵。世界紧转来，耶稣会听甲关怀，伊要受赐福气，毋茫甲平安。第四段渐慢来。你若有了解，毋通孤流落。赶紧转来主身边，你若有知影，转来主身边。主的世界紧转来，主的世界紧转来，主的世界紧转来。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刻，现在我们来邀请三种人来跟神来祷告。第一种人是你现在生活上有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神来帮你解决困难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请你举起你的右手，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等一下带你们来祷告。你们把那个最困难、最重要的事情，在你的心里的默祷，等一下求神的帮忙。好，第二种人，请放手，请放下。第二种人是你们有医治的需求的人。我们知道说上帝是医治的神，你们最近身体有哪里常常不舒服，请你来需要来跟求神祷告，圣灵进入你的身中来医治。有这种需要的弟兄姐妹，也请你举起你的右手。需要的，请你好。等一下我带你们来祷告哈，在祷告的时候，你们把它左手放在你们那个医治的地方，病痛的地方，求神的医治。将来医治好了，到教会来讲见证，来荣耀神的名哈。最后第三种人是我们今天也是特别关心的。如果你们有幸福小组的会友或者 Best， 你们还没有受洗的，愿意参加教会12月11号来受洗的，或者是今天决志成为基督徒，暂时决志成为基督徒还不受洗的没有关系，这是自由意志。要受洗的人再跟牧师申请哈。第三种人，今天要决志跟要受洗的 Best 跟朋友，请你勇敢的举起你的右手，让你呢有美丽的人生哦。有的话，等一下我带你们来啊，上面我有看到哈。上面我来带你，等一下带你们做祷告哈。好，刚才举手的这三种人，你们今天开始就有美丽的人生，请你们原地站起来。刚才举手的这三种人，请你们原地站起来。我们来为你祷告，哈。你们就手张开来领受就好了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刻，我们来迫切的恳求你。主啊，今天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这个生活上有特别需要的，主啊，求你来帮他们解决困难，圣灵来带他们来解决困难。如果他们的身体上有需要医治的，求你圣灵亲自来医治他们，让我们来经历神。主啊，求你来医治他们。主啊，我们今天决定要决志要信耶稣的，跟他受洗信耶稣的。
主啊，求你来拣选他们成为基督徒，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刚才的第一种人跟第二种人，请你们坐下。那第三种人，我们最后我要带你们来做跟耶稣的祷告哈，来做一个决志哈。我念一句，你们跟着我念一句，一定要受洗的哈。我们楼上也有，楼下也有哈。好，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哈。好，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带领。我今天确定你是我们生命的神，愿意从今天开始跟着你走前面的道路。求你来拣选，求你来成就。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恭喜你们哈！他们现在站着的会友，我们请我们的同工跟他们留下资料哈，来跟牧师来联系哈。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做结束。亲爱的父神，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求主来保守今天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都从今天开始有美丽的人生，生命有依靠，而且认真的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奉献。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佩奇，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3节，我们再读一次。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3节。我们来报告。好，我们来看。
看肢体交通。我们看第5点，本会定于12月4号主日礼拜后要举行年度施工研讨会。我们请现任的长职、牧区区长、小组长、团契首长、侍奉团队的队长，还有全职同工一起参与。第6点，我们定在12月11号主日要举行欢庆主日、代降节、圣礼典及洗礼式。请要报名受洗、监祭礼或小儿洗礼的，跟办公室这边报名。第7，本会定12月24号礼拜六晚上5点半要举行全教会圣诞联合庆祝暨圣诞欢庆爱餐，地点是在归仁的来归仁大饭店。我们请弟兄姐妹还没有报名的赶快报名。那第8点，在隔天本会的管弦乐团，也就是12月25号要举行圣诞音乐会，那会邀请圣歌队、社区音乐班还有提摩太牧区一起来参与演出。那我们希望透过诗歌的演奏，会有在当中与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分享主耶稣基督诞生的福音。第9点，本会定于今天从早上10点半开始要举办流感疫苗的注射，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礼拜六因为是选举，所以我们1楼大厅要设投开票所，所以要进出我们教会了，请从后面的心理转角，或者是从2楼的机车道出入。下个礼拜我们要举行医治祷告的时间，请有需要身心灵病痛渴求得医治的会友预备心。好，请牧师补充。各位弟兄姐妹，我来做一个补充哈。首先是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曹牧师还有师母，他们今天用神话来勉励我们哈。我们在这拍手，谢谢他们2位，谢谢。感谢主，感谢主，谢谢，请坐。如果你第1堂没有来听哈，你记得回去再上 YouTube 去看一次哈。今天师母跟曹牧师他们讲的就是师母把那一些故事细节讲的比较多，那曹牧师他用圣经的话来做印证如果你2堂都看都听，你会更了解。特别是我们如果慕道有新朋友来特别欢迎你们再上网去看哈。那我们再介绍今天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有好多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来做介绍。来，何增荣、许景雅2位，来欢迎你，欢迎2位哈。感谢主，好，他们是若真的朋友哈，若真的朋友来，好，感谢主哈。若真的好朋友来欢迎参加。第二个是廖品杰，好，姐妹好，谢谢。品杰姐妹哈，感谢主。小蜜哈，小蜜介绍的哈。第3个是李晨瑞，陈瑞是不是？好，李晨瑞在那边哈，欢迎。他是瑞平牧师来关心哈。再来介绍一个是曹伟云姐妹，好，欢迎你。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冯俊豪弟兄，冯俊豪老师，在这边来。我们特别要恭喜俊豪老师，他是大学老师的哈，他是我们那个我们嘉明就是方明老师他的学生已经当老师了哈，他已经报名要受洗，我们再给他鼓励一下，好。
好，还有2位，这刚刚拿到的名单哦，是董耿怡跟王心怡，是不是？董耿怡跟王心怡2位啊，欢迎你们来。啊，希望你们来这边听了曹牧师他们夫妇的见证啊，你们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信仰哈，感谢主哈。那时间宝贵，我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就可以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周报没有报道的，就是我们教会素文姐的2姐哈，叫做陈怡月姐妹。她之前已经在别的教会受洗，但后来身体有病痛。那我们教会的西道小组都有去做关心呐哈，在昨天就是身体的状况哈，到最后就是安息了。那因为这个在周间要举行告别式哈，就是在两天后，就是11月22号下午，礼拜2下午的1点哈。因为那个时间大家都是上班时间，那西道长老在邀请，如果时间允许的弟兄姐妹可以到怀恩厅来参加追思会。那如果弟兄姐妹需要有一个名单，我们才能够联络哈。在那边唱一首慰歌了哈。我们对怡月姐可能不认识，但是她的妹妹就是素文姐。素文姐在哪边？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哈。我们继续为她家庭祷告哈。其实她姐姐就是她素文姐来带领她信主的。在得到这个病痛的时候，因为有信仰有祷告，让他能够勇敢的面对，然后神接他，也为他的女儿祷告，求神安慰这个家庭所以，如果那一天可以参加的你就跟西道长老或是跟教会干事这边登记一下，那我们就统计名单要去参加来，我们要教会协助他做这个告别式了那其他的资料我们就自己看，因为时间不够。特别是我们要请报名参加圣诞餐会的，因为要统计名单统计名单那也请我们的各单位的这个小组长啦你们有群体的有小组的，把名单先拿进来，让我们统计说大概已经多少人报名了。那大概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开放我们的 base 的我们的亲人可以报名这点请帮忙。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可以再跟我们的曹牧师他们照一张合照第2堂来的可以照一张合照，我们就不要离开，拍完照我们再来离开好，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起立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请曹牧师祝祷。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把平安带回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同在，特别与今天参加主日崇拜的众弟兄姐妹常相随，从此时此刻直到永远不息。阿们。默祷闭会，现在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再过1个礼拜平安喜乐的日子。我们第2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到前面来跟曹牧师照一张合照来做留念都可以来都可以来好。
来，陆续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哈。好，曹牧师来，曹牧师来。来，要跟曹牧师合照的哈，来，生平兄来，生平兄来，来。